真係大快人心，鼎爺李家鼎終於徹底同大媽李詠漢割席。呢次係真真正正乾乾脆脆，連半點後路都唔留。鼎爺講得清清楚楚，由而家開始，李詠漢唔係我個仔，佢嘅嘢同我完全無關。一聽到大媽個名就勞氣到爆粗，叫佢部 X 仔唔係人嚟嘅呢一種憤怒，已經積壓咗2年，忍到極限先爆發。鼎爺坦白承認，呢一場家庭風波令佢傷心到極之大，私底下喊過好多次，甚至反思自己點解會教出咁樣一個仔，覺得自己係一個失敗嘅老豆。呢句說話聽落好心酸，但同時都好清醒。佢終於睇清楚李詠漢嘅真面目。更加重要嘅係，鼎爺已經正式立咗遺囑、平安紙，所有遺產、資產、身後事全部交俾細媽李詠豪同律師處理。呢一步落得極之狠、極之準，白紙黑字定咗局，就係要堵死將來任何爭產嘅可能性。鼎爺講明，因為目前已經有問題出現，所以要及早行動。呢個決定絕對係明智之舉。各位觀眾，喺香港娛樂圈提起鼎爺李家鼎呢個名，大部分人腦海入面第一個浮現嘅畫面，都係嗰個喺阿爺廚房入面一邊舞動鑊鏟，一邊放聲大笑嘅硬朗武師。佢做咗龍虎武師大半世，騎過馬，打過劇，81歲嘅人，中氣依然十足，講起嘢嚟聲如洪鐘，可以話硬淨、鐵漢呢2個詞就係佢成世人嘅標籤。但係喺2026年6月初，呢位老人家親口講出嚟嘅嘢，同佢一貫嗰個刀槍不入嘅形象，形成咗一個非常之大嘅落差。因為呢一次，佢唔係喺度教人煮嘢，佢係喺度親手割斷同自己一個親生仔嘅關係。要睇得明呢場風波，首先要搞清楚2個關鍵人物。鼎爺同前妻思明生咗一對孖仔，2兄弟同一日出世，大嗰個叫李詠漢，細嗰個叫李詠豪。一直以嚟呢一家人喺外人眼中都算和睦，直至思明喺2026年3月因為肺炎離開咗人世，終年74歲。媽媽一走，呢個家入面壓抑咗好耐嘅矛盾，就好似潰堤一樣，一發不可收拾。訪問入面，只要有人一提起大仔李詠漢個名，鼎爺嗰種勞氣係收唔住㗎。佢連環爆粗，直接鬧對方係部 X 仔，係白痴，係唔係人嚟㗎？一個80幾歲嘅老人家，要去到一個點嘅地步，先至會喺鏡頭前面咁樣形容自己親手湊大嘅仔。鼎爺講得好白，佢同大仔已經完全冇咗聯絡，2父子之間連一句說話都唔再有。記者試探性咁問佢，假如將來有一日大仔翻轉頭認錯，開口求佢原諒，佢會唔會接受？鼎爺嘅態度異常之硬，佢冇即時答應，亦都冇留一條後路。字裏行間透露嘅意思非常清楚，呢度受嘅傷害實在太深。深到佢已經唔願意，亦都唔想再同呢個仔有任何瓜葛。佢更加爆料，話呢個大仔連對佢身邊一齊做生意嘅朋友態度都係極之惡劣，絲毫唔留情面。不過喺呢副鐵漢嘅外殼底下，鼎爺都有忍唔住軟弱嘅一刻。佢坦白咁講，呢場家庭風波其實已經持續咗大約2年，呢2年對佢嚟講係傷心到極之大。佢承認喺人前佢硬撐，但係喺人後佢一個人偷偷喊過好多次。最令佢難受嘅唔淨係件事本身，而係嗰種深入骨髓嘅自我懷疑。佢一直喺度反思，點解自己會教出一個咁樣嘅仔？喺大仔身上，佢覺得自己係一個徹底失敗嘅老豆。一個馳騁馬場大半世，贏過200幾個獎，連啲洋人對手都叫佢做 Crazy Steve 嘅猛人，去到人生暮年，竟然要為咗一個仔喺度質疑自己一世人嘅教養，呢一份痛係外人好難體會嘅。講完傷心嘅大仔，鼎爺講起細仔李詠豪嗰陣，語氣即刻完全唔同晒，溫柔咗，亦都護短咗。外界一直有種聲音話鼎爺偏心獨愛細仔，對於呢個指控，鼎爺冇迴避，反而好坦率咁解釋咗背後嘅原因。喺佢眼中，細仔詠豪嘅性格就好似一隻牛咁。乜嘢叫做一隻牛？
即係話呢個仔由細到大都唔識同人爭嘢，任勞任怨，你俾幾多佢就接幾多，從來都唔會計較。正正因為佢咁老實，所以細個嗰陣經常都俾大仔欺負。做老豆嘅睇住細仔成日蝕底，成日被人蝦，個心自然會傾斜，自然會想去保護。反呢個唔識保護自己嘅仔，鼎爺嘅邏輯好簡單，佢嘅偏袒唔係偏心，而係一種出於本能嘅互突之情。更加令鼎爺欣賞嘅係細仔嘅骨氣。早幾年永豪走去搞食肆生意，鼎爺當時都有出手支持。但係喺呢件事上面，鼎爺睇到嘅係一個肯捱肯做、有志氣嘅後生仔。佢大讚細仔做嘢肯搏，而且講過一句令佢非常之受落嘅説話。永豪同佢講：呢盤生意呢啲係我自己打天下，意思即係生意做得成，做唔成，風險都係我自己孭，唔想要老豆過度操心，亦都唔想凡事都依賴屋企。對於一個成日要為兩個仔操心嘅老人家嚟講，有一個咁獨立、咁有承擔嘅仔，係一種莫大嘅安慰。除咗獨立，鼎爺最掛喺口邊嘅就係細仔嘅孝順。佢話永豪平時就算幾忙，都會記得買嘢返嚟俾佢食，時時都處處包容佢呢個老人家，凡事都肯讓步。一個就連對自己身邊朋友都惡形惡相，另一個就連對住老豆都細心體貼。兩兄弟之間嘅對比，鼎爺睇喺眼裏，心入面自然有一把秤。如果話前面講嘅都係情感嘅宣洩，接落嚟呢一部分就係整個訪問入面最冷靜亦都最致命嘅一着。鼎爺透露佢已經正式立咗遺囑，即係香港人成日講嘅平安紙。佢嘅安排非常之決絕，將自己名下所有嘅遺產、所有嘅資產，以至佢百年歸老之後嘅一切身後事，全部都交由細仔李永豪連同律師一齊去全權處理。換句話講，大仔李永漢喺呢份遺囑入面已經完全冇咗位置。呢個決定最關鍵嘅地方，在於佢嘅主動性同預防性。鼎爺強調呢一切都係白紙黑字定咗局，係佢自己主動要求去做，並唔係如外界揣測咁，係俾細仔喺背後唆使。佢做呢件事嘅理由亦都講得好清楚，因為目前已經有問題出現，佢嘅諗法好實際，亦都好殘酷，就好似佢以前做武師咁，一拳就要打中要害。佢認為，既然個漏洞而家已經浮現咗出嚟，佢就必須要趁自己仲清醒、仲有能力嘅時候，及早採取行動，將呢個漏洞徹底堵塞，咁先至可以避免將來自己唔喺度嘅時候，惹出更加大、更加難收拾嘅爭產糾紛。佢用一個過來人嘅智慧，提前為呢場可能嘅風暴落咗閘。同一時間，佢亦都斬釘截鐵咁表明，由今日開始，佢唔會再對大仔嗰個家庭提供任何1蚊嘅經濟援助。多年嚟每個月5、6萬蚊嘅家用，連同孫仔嘅保險同學費，以至2個外傭嘅人工，全部都會喺佢嘅人生開支表入面剔除。睇到呢度，可能會有人覺得呢個老人家經歷咗咁多風波，身心俱疲，係時候退落嚟安享晚年。但係如果你係咁諗，你就太唔了解李家鼎呢個人。當記者問到佢有冇諗過退休，鼎爺嘅回應充滿咗佢一貫嘅硬骨頭味道。佢話喺佢人生嘅字典入面，從來都冇退休呢2個字。對佢嚟講，工作就係佢生命嘅一部分。如果叫佢完全停低，乜都唔做，佢反而會覺得好辛苦，渾身唔自在。佢驚嘅唔係辛苦，佢驚嘅係冇公開。佢相信生死有命，富貴有天，所以佢一啲都唔驚死。佢唯一介意嘅就係仲有冇舞台俾佢繼續發光發亮。而呢位81歲嘅老人家口裡面講嘅唔係退休，而係轉型。除咗繼續喺 TVB 拍劇以及主理佢最拿手嘅煮食節目之外，鼎爺爆出咗個相當與時並進嘅大計。佢透露緊接落嚟，佢會同細仔李永豪一齊正式進軍 YouTube 拍片做自媒體。而呢一對父子檔嘅分工，亦都安排得相當有趣同貼地。考慮到自己始終上咗年紀，啲騎馬之類嘅危險動作，或者係體力勞動較大嘅環節，佢就會交俾新手仍然敏捷嘅細仔永豪去負責。至於佢自己，就會繼續坐鎮廚房，發揮成名絕技，一招一式咁教大家嘴技。
一個喺幕前搏命搞氣氛，一個喺灶頭穩守大局。呢個畫面某程度上就係佢心目中理想嘅父子關係嘅延續。佢用呢一種方式去宣告，佢同細仔嘅故事仲有得繼續寫落去。由武師到食神，由千萬身家到自爆要問人借錢返轉頭，由一個父親到喺鏡頭前面公開割席。李家鼎呢一段人生暮年嘅故事，睇落去比佢拍過嘅任何一套劇都要曲折離奇。鼎爺，你做得非常正確。李榮漢呢個敗家仔，吸血吸到老父親心都碎晒，而家終於被公開切割，祖屋都要收返，遺產更加一毫子都冇佢份。呢一種下場，全部係佢自己作死，換返嚟。凡事太盡，緣分自然早盡。鼎爺忍咗2年，已經仁至義盡。而家公開切割、立遺囑、保護細媽，呢一步步都係為自己同細媽嘅將來鋪路。李榮漢，你而家就係一個被老父親親手斷絕關係嘅中年敗家仔，仲想繼續啃老，做你個春秋大夢。